嗨，大家好，歡迎嚟到綠茶館，我係 Sandy。咁最近呢，有一套韓劇叫做《比天堂更美麗》，其中有一集呢，就係講關於地獄嘅內容。咁咧，我哋先睇下呢一段片，然後我就開始講解今日嘅影片內容。地獄的老大閻羅王閃亮登場，不過地獄就是一個懲惡分毫不差的地方。 너희들 저쪽에서 발 뻗고 편하게 살았지, 어? 그러니까 이제부터 제대로 벌 받아야지, 그치? 伴随着阎罗王的一句开始，来到地狱的这些人就像是天堂安检那样，开始被分门别类了。在那里会知道他们将会去往哪一个地狱。而相传地狱有火塘地狱，这是让人遭受在滚烫熔铁中被油炸痛苦的地狱，原本是给偷窃的人去的地方。不过听说最近杀人犯也会去那里。接下来就是拔舌地狱，给诈骗或是说谎用舌头来犯罪的人去的地方，罪孽越深就要拔越多的舌头。还有寒冰地狱是给犯下杀人、强盗、性侵等重案犯罪者去的地方。 在这里，身体会被冰冻，而且是2亿年。除此之外，还有不伦罪人去的众合地狱，酒后犯罪以及使用暴力的人去的叫唤地狱，以及用话语迷惑人的人去的焦热地狱。总而言之，地狱是一个让人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下去的可怕地方。人间做的恶事在这里被记录得清清楚楚，而那个当初让乐俊驳车的男人的罪行也全部被记录了下来。之前他因为嗑药神志恍惚，从而撞死了一名无辜路人，结果在金钱的运作下，他非但没有被捕入狱，反而还到处晒旅游照。这一行径再次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甚至又上新闻。可他仍然死性不改，照常和自己的女伴寻欢作乐。当两人准备驱车去夜店的时候，阎罗王手下直接告诉女员工，现在叫他们过来。 네? 갑자기요? 비고람 보이죠? 5분 후에 저 차에 일가족이 뺑소니 당합니다. 그럼 어떻게 하죠? 그냥 터뜨리세요. 女员工只是轻轻按下键盘，车子就爆炸了。或许这就是他们之前苦苦研究汽车的原因吧。而下一秒，被炸的男人就来到了地狱，并先赏了他一张叫唤地狱体验卡。说话间，那对看上去十分善良的老人也已经到达火塘地狱。老人觉得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因为他们都已经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了，也有上过教会，全都被原谅了。可阎罗手下却反问道：“是这样吗？那就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搞错吧。”说着，他就拿出了证据摆在两人面前。原来他俩年轻的时候曾收养过一个女儿。 结果却被他们虐待致死。生前最后一张 CT 显示，女孩骨头全部断裂，而且大肠、小肠、腰、胰脏全部破裂，看得出来他俩手段极其残忍。如今证据摆在眼前，老两口也无力辩驳。从现在起，他们也要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这时，那个连环杀人犯被送了过来，阎罗手下直接大手一挥，只见一个铁钩就朝男人飞来，随后就将他丢到了火塘地狱。等他长出新肉后，再将他打入寒冰地狱。这冰火两重天的滋味，想想就刺激。 随后，乐俊碰到的那对夫妻也到达此处，他俩哀求阎罗手下帮忙找自己的孩子，并说他们在地铁上走散了。当听到对方说出孩子过得很好时，没想到男人又拜托到让他们一家3口在一起。他们不曾杀人，也不曾做过坏事，只是因为生活实在太艰难了。他们也曾试着努力生活下去，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 무슨 얘기인지 못 알아듣겠죠? 번역해서 들려줄게요. 엄마, 아빠, 나 살고 싶어요. 난 아직 하고 싶은 게 많아요. 直到这一刻，夫妻俩再后悔也来不及了。人们都误以为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随意处置，但小孩不是父母的所有物，他们只是经过父母而来，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也就是他人。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那个骗婴爱的神婆，竟也下了拔舌地狱。那些用自己舌头骗人的死骗子，都会遭受这一酷刑。 总之，犯下的罪孽越多，舌头就被拔得更多。紧接着，海叔几人又来到了吹热风的焦热地狱，这里正是用话语迷惑人的人所来的地方。只见阎罗手下拿起一颗蒲公英，轻轻一吹，四处飘散的种子瞬间化作了无数根针。随后，他们又经过了寒冰地狱，这里是重案犯罪者来的地方。 通常等他们活到一把岁数，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再带他们过来，好让他们感受到数倍的痛苦。接下来就是犯不伦罪的合众地狱，在这里他们一对对的会被关进单独的小黑屋。本以为是地狱好心成全了他们二人，殊不知接下来才是最刺激的时刻。 只有阎罗手下一个人像点名似的喊了许多人出来，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善良的、无辜的，甚至都没有说过脏话的。可在听到阎罗手下说出的女生名字时，他们顿时乖乖闭上了嘴巴。虽然他们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说过脏话、骂过人，但却在网络上叫嚣得很。因为他们铺天盖地的人身攻击，女孩最终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个自称记者的人，不服气地说着自己和那些人不一样，他们用语言霸凌他致死。 而他写新闻完全是为了民众的知情权，结果却被阎罗手下直接回怼。谁想知道他的事，只有你想知道而已。你越界了，说着他救命人，把这些恶意留言者和骗点击率的整队列好，他们就像是电脑上的键盘一样被捆绑在一起，而后从天而降一个巨大的键盘，彻底将他们困住。这是阎罗王专门为他们这些
用罪惡做生意的人打造的新地獄。新地獄比拔舌地獄更加絕望。呢一套劇佢其中咧講啲人咧死咗之後啦，搭地鐵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搭地鐵咁啦，大家就可以想像一下人死後中陰身嘅境界嘅時候咧，就係要等噶嘛，最多就係49日，有啲可能唔需要呢個中陰身，就即刻上天堂或者落地獄。而中陰身咧就係個業力咧就唔係咁明顯啦，要一段時間去判斷佢究竟去天堂啊定還是去地獄。咁所以咧就係搭嗰架列車啦。咁當去到地獄嘅時候咧，一開門就好似有一股力量將嗰啲人咧就拉到去地獄度。大家就想像下嗰種業力感召到去地獄嘅時候，就係有一股力量拉你去地獄咁嘅感覺。而如果淨係想睇地獄嘅話呢，咁你就睇第5集。第5集呢就係講地獄嘅。之前呢，我曾經同大家分享過極樂世界裏面最殊勝嘅淨土，阿彌陀佛同埋藥師佛嘅國土，光明無量，安樂自在。而今次呢，我就想帶大家走向另一個極端，輪迴裏面最底層嘅境界——地獄。地獄係眾生因為惡業所感而墮落到嘅地方。嗰度充滿難以形容嘅痛苦，令人聞之心驚。當我哋起貪嗔痴三毒煩惱嘅時候，就係做作惡業，而臨終嗰一念嘅心念會牽引我哋投生到相應嘅境界。如果我哋平時習氣深重，滿懷貪婪、嗔恨同埋愚痴，咁我哋生命結束之後，極大可能會墮落三惡道之中。其中嗔恨心特別強烈嘅人，最容易墮入嘅就係地獄道。喺今個影片裏面，我會同大家詳細解釋乜嘢係地獄，地獄嘅種類，有咩因緣會墮落地獄之中，最後就會分享一個地獄相關嘅故事，幫助大家更深入了解呢一個令人敬畏嘅輪迴境界。乜嘢係地獄呢？地獄呢一個詞原本係從梵文 Niraya 呢一個音譯過嚟嘅，喺古代漢譯佛典裏面，亦都見到翻譯為泥泥野或者簡稱泥泥。梵文 Niraya 佢嘅意思咧係無有，喺呢度指無有喜樂，即係一個完全冇歡樂快樂可言嘅地方。因此佛經裏面形容人死後如果因惡業墮入呢一個地方，就會遭受極大嘅痛苦，一啲快樂都冇。呢個就所謂嘅地獄，亦都稱為泥泥。喺南朝陳代高僧翻譯嘅《佛說立世阿毗曇論》嘅第6卷《雲河品》，對地獄呢個名稱有進一步嘅解釋。喺裏面，其中有一句雲河地獄名泥泥野，呢一句嘅意思係點解地獄會叫泥泥野呢？原因有4個。第一就係無喜樂故，因為喺地獄度冇任何嘅娛樂或者快樂。第二就係冇行出故，即係冇辦法自由行動，冇辦法逃離呢一個境界。第三就係無福德故，因為進入地獄嘅就係缺乏福德、做作惡業嘅人。第四就係因不除離業故於眾生，因為呢啲眾生未能斷除惡業，所以感召而生於地獄裏面。另外喺經中亦都有另一句：此道於欲界中最為下劣，名曰非道，亦即係地獄被視為欲界中最卑劣、最苦嘅地方，所以亦都稱為非道，即係非正道、非人道嘅意思。咁地獄喺邊度嘅呢？佛教將宇宙眾生分為10法界，所謂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前4者就稱為四聖，後6者就稱為六梵。精進修學善法就可以成為四聖同埋成佛。如果剛強罪惡嘅眾生不斷咁做惡業，只會墮落畜生、餓鬼、地獄3惡道受苦受報。喺地藏經裏面講：若非威神，即須業力，非此二事，終不能度。
就好似人間嘅監獄，你想去探監會面都唔係咁容易嘅事。所以地獄唔係話你想去就去，但係佛菩薩有神通力、願力先至可以自由出入。其次呢，就係有重大嘅惡業力，迫使呢一啲罪惡嘅眾生唔想去，亦都要去。咁究竟地獄喺邊度嘅呢？第一，地獄喺地獄嘅地方，喺地藏經嘅卷上裏面嘅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裏面講，三海之內是大地獄，其數百千，各各差別，種種受苦，獄獄不同。所謂大地獄有18，上等罪惡所感，次有500，中等罪惡所感，次有1800，下等罪業所感，隨罪輕重，受苦各有差別。首先頭嗰兩句，三海之內是大地獄。三海通常解作3000大千世界或者三界之內，即係欲界、色界、無色界，亦可以理解為世間所涵蓋嘅眾生居住嘅空間。而意思就係整個世間或者三界之內有一個極為可怕嘅地方，就係叫大地獄。然後其數百千，各各差別，種種受苦，獄獄不同。意思就指地獄嘅數量極多，多到以數百千嚟形容，唔止係18個咁多。每一個地獄都有唔同嘅受苦方式同埋特色，懲罰嘅形式千差萬別，因為眾生造業嘅方式同輕重唔同。而獄獄不同呢，就係強調每個地獄嘅設置、處罰、因果報應都唔同。而之後所謂大地獄有18，上等罪惡所感，意思呢係眾多地獄裏面有最重罪報之稱嘅18大地獄，係針對極重嘅惡業所召感嘅果報。所謂上等罪惡，包括殺人、毀謗三寶、做五逆罪，即係好似殺父母等等，係極重罪行。而之後次有500，中等罪惡所感，即係除咗18大地獄之外，仲有500種中等程度嘅地獄，係為咗令到犯下中等惡行嘅人而受報，例如欺騙、破壞家庭、講大話去害人、貪污等等，即係好似而家嘅電話騙案啊、網絡騙案啊，都係屬於欺騙。然後次有1800，下等罪業所感，另外有1800個嘅小地獄，用嚟懲罰輕微惡業嘅眾生，例如經常性咁口出惡言、懶惰、妒忌心強、心術不正，但係未實質咁傷害其他人。最後就係隨罪輕重，受苦各有差別。呢一句話呢，就係整段嘅意思，即係地獄裏面受苦報係根據眾生所做嘅罪業輕重嚟決定，苦嘅程度同埋形式都會有所不同。然後呢，喺地藏經裏面嘅地獄名號品第5亦都講，閻浮提東方有山，號曰鐵圍，其山黑邃，無日月光。有大地獄，號極無間，又有地獄，名大阿鼻。意思係點解呢？我哋又逐句解。閻浮提東方有山，閻浮提就係佛教世界觀裏面嘅人間世界，即係我哋所居住嘅地方。世界係分為4大洲，而閻浮提就係南瞻部洲，即係南方大陸，係人類最多、善惡業最明顯嘅地方。東方有山，號曰鐵圍。喺閻浮提東方有一座名為鐵圍山嘅大山。鐵圍嘅意思就好似啲鐵咁堅硬、封閉，形容佢係好堅固咁包圍住呢個世界，就好似啲監獄有個鐵籠咁圍住。而喺佛教嘅宇宙觀裏面，鐵圍山係世界邊界嘅山脈，將世界圍起嚟。地獄被描寫喺鐵圍山附近或者喺下方。而跟住嗰句呢，其山黑邃，無日月光。黑邃呢就係指黑暗，
深沉，睇唔到盡頭。無日月光就係呢度完全係冇日光或者月光嘅照耀，象徵地獄嘅世界陰暗無明，完全係隔絕咗人世嘅光明同埋希望。呢一句就係強調地獄嘅環境極度幽暗，令到人感覺到恐懼同埋絕望，同陽光希望相對咁存在。有大地獄，浩極無間。呢度講嗰個黑暗嘅山裏面有一個最大最速嘅地獄，就係叫做極無間地獄。無間嘅意思係痛苦，係冇間斷，連一口氣喘息嘅機會嘅空間都冇。五無間罪呢，就好似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同埋破和合僧等等，犯咗呢啲重罪就會墮落呢一個地獄。極無間係無間地獄中最極端、最猛烈嘅一層，苦痛連綿不絕，眾生喺呢度長期受報。而最後兩句又有地獄名大阿鼻，阿鼻地獄就係無間地獄，係最嚴重嘅地獄。大阿鼻表示呢一個地獄嘅範圍廣大無比，亦都係地藏經最常提及嘅重罪果報嘅地方。喺經文裏面，我哋可以知道地藏經描述地獄嘅位置係閻浮提東方嘅鐵圍山業海之內。地獄就好似人世間嘅監獄咁，亦都有好多層次，有重刑犯、輕刑犯、管教犯。每一個罪犯佢都喺唔同嘅監獄裏面，而管教犯就可以上堂接受教誨，輕刑犯呢就可以作勞動，重刑犯呢唔單止乜都冇，而手腳呢都會被啲鐵鏈呢綁住。除咗死後嘅地獄之外，我哋喺人間時時都睇到好多地方都好似地獄咁，周圍有好多人不斷做一啲傷害同埋殺害眾生嘅行為。例如最近台灣有一宗殺父案，有一個女仔係美國留學嘅碩士生，非常之狠心，喺佢父母身上得唔到錢，佢就殺害父親。喺中國有好多人口販賣，有好多女仔被強姦，甚至要賣俾一啲男人做老婆，被逼生仔。另外喺中國有好多活摘器官嘅個案，冇麻醉底下就俾人活生生咁將個器官摘落嚟，極之痛苦，同埋流血過多而死，非常之殘忍。甚至喺一啲屠宰場同埋餐廳，每一日都會有雞、鴨、鵝、豬、牛、海鮮，好多時候都會俾人就咁樣生湯。佢哋都係有情嘅眾生，所以佢哋都會感覺到痛苦。呢一啲都係速度眾生嘅地獄。而中東地區戰火連天，尤其是恐怖分子喺世界各地發動恐怖嘅襲擊，爆炸嘅時候血肉模糊，人類嘅工業造成自然嘅環境污染，動植物嘅滅絕，人畜自然就會得病。呢個都係人間可見嘅地獄。根據有一部叫做《十八泥犁經》啦，說明咗地獄咧有好多層，大分為18層嘅大地獄，包括有8熱地獄，係極之熱嘅地獄，被火燒同埋喺油鑊裏面炸到皮破血流嘅感覺。8寒地獄就係極之寒冷，令到眾生皮肉凍裂。仲有就係油憎地獄同埋孤獨地獄，每一層地獄嘅四面呢都有4道門，而每道門都通往一個小地獄，稱為油憎地獄。而從每一層地獄受完苦之後，就會走一個圈，經過呢個油憎地獄受苦，然後就再升一層繼續受苦。8熱地獄最底嗰層就係無間地獄，地獄度眾生係變化出生嘅，佢唔需要經過父母交合或者母胎出生，亦都唔係卵生。喺地藏菩薩本願經裏面講，無間地獄又稱為阿鼻地獄，係最痛苦嘅地獄，只要做5逆10惡就會墮落呢一個無間地獄。好啦，咁乜嘢因緣會墮落地獄呢？
有3個原則。入地獄嘅3個原則就係神通、業力同埋大願。第一就係神通，神通咧就可以自由出入地獄天堂，無所障礙。例如目犍連尊者救母嘅典故，目犍連尊者能夠去到地獄救母親，就係憑住佢神通嘅力量。第二就係業力啦，佛經裏面講不思議業力，雖遠必相牽，果報成熟時，求避終難脫。業力咧係有情行為嘅造作，召感果報嘅力量。有情眾生造作無量無邊嘅五逆重罪，呢一啲罪業形成一股巨大無比嘅力量，依據有情眾生所做嘅行為後果而牽引到地獄受報。因此眾生墮入地獄唔係由天神去操作，而係取決於自己嘅業力，業報自作自受，一啲都唔會混淆。剛才我有講到，如果犯咗五逆十惡就會落無間地獄。乜嘢係五逆十惡呢？五逆就係第一殺父，第二殺母，父母對我哋有養育之恩，所以唔能夠殺害，殺父母嘅罪非常重。第三殺阿羅漢，阿羅漢係聖人，係人間善良嘅榜樣，佢能夠轉移風俗，教化眾生，係眾生嘅好老師。殺害佢呢一個罪過好重。第四就係出佛身血，佛嘅福報太大，有好多護法神保護佢，亦都係天人嘅導師，係一切眾生嘅福田。殺害佛或者令到佢受傷，流一啲血，呢一個罪都好大。第五就係破和合僧，僧團係和合，係一體，你喺當中分化破壞，罪過非常重。而十惡係邊十惡呢？就係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耳語、惡口同埋起貪嗔痴，呢個就係十惡。做十惡五逆嘅人必墮落地獄受苦。當人犯咗十惡，死後佢個神識就即刻會落地獄，當中呢，就唔會有中陰身，而且壽命係平均地獄道嘅500歲，即係人間嘅1875000年。由墮落地獄嗰一剎開始，直到佢受報完畢先至會出嚟。至於無間地獄，喺呢個地獄裏面嘅眾生壽命係長至到以劫呢一個時間量度嚟計算，一個小劫就係等於人間嘅1680萬年。第三就係大願啦，重罪嘅眾生呢，輪迴地獄係由於惡業牽引，而諸佛菩薩呢，示現喺地獄係由於悲心大願，就好似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呢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嘅大悲願，使到地藏菩薩能夠遊化地獄，去救拔地獄道嘅眾生。好啦，最後咧就係講一個地獄嘅故事啦。咁咧就喺民國初年，有一位叫做張太譚先生咧，佢就遇到一件事。咁有一晚，有幾個小鬼就抬住個轎嚟接呢一個張太嚴先生。咁啊，呢位先生就問啦，要去邊度啊？咁嗰幾個小鬼就話，東嶽大帝請你去做判官啊。咁佢就諗啦，當判官咁即係要死咯喎。跟住嗰啲小鬼就話，唔係，你朝頭早呢，我哋會送你翻嚟。咁啊，東嶽大帝嘅判官地位好高，就好似而家嘅秘書咁樣，所以呢，佢好繁忙，日頭就要辦人間嘅事啦，夜晚就要去到鬼道度翻工。咁有一日呢，佢突然之間諗起地獄呢有一個叫做炮烙，炮烙就係有一條柱，條柱呢燒到通紅，然後嗰啲人呢就攬住嗰條柱，咁啊非常之殘酷。咁佢就建議啦，不如廢除呢一個刑罰啦。咁啊，東嶽大帝聽到之後就笑一笑啦，然後佢就帶佢去參觀地獄嘅呢一個炮烙。咁啊，當閻龍王派2個小鬼帶佢去嘅時候，到咗炮烙嘅刑場，但係佢就乜都見唔到，於是佢就覺悟啦。
原來係自己嘅業力變現出嚟。咁啊，章太炎先生佢冇呢一個業力，所以去到刑場就乜嘢都見唔到，於是就唔再睇啦。呢一個普童處即係炮烙，係一個邪淫嘅果報。地獄佢種種嘅刑罰都係自己嘅業力變現出嚟。有好多人呢，時時都質疑點解嗰啲作惡多端嘅人表面上睇嚟好似冇受到啲乜嘢應得嘅懲罰喎。其實呢個正是因為佢缺乏正確嘅知見，只係見到眼前嘅利益，佢就不惜咁樣傷害其他人而做下惡業。你或者會睇到佢仍然喺世上逍遙自在，似乎逃過咗因果嘅制裁，但係都係只係短暫嘅數十年嘅人生。真正嘅因果報應呢，係唔會有錯漏。一旦生命結束之後，惡業成熟，佢哋就會墮入地獄，承受極重嘅痛苦。而嗰種痛苦唔係短暫嗰幾十年，而係以千年、萬年嚟計算。到嗰個時候，佢哋就真正無法逃避呢一個苦報。因果雖然唔係即時，但係從來都唔會有遺留。希望你哋中意我今日嘅影片啦，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下次再見，拜拜。有佛法有辦法。